係之前有一堂咧，就係用咗嗰個 KPI 咧，就嘗試咗揾一個棒球比賽嗰個投手對嗰個比賽嗰個影響啦。咁喺嗰堂課節嗰個功課度咧，就用個 Excel 表就一路播片，就一路就試下俾學生計下嗰個投手嘅投球數啊、好球啊、壞球啊，或者甚至乎係計下嗰個投手投嗰個內角或者外角嘅波嘅比率啦。咁後尾有一堂咧，就學咗用一個 app 啦，叫做 Dartfish 咁樣啦。咁就可以砌咗一個版面出嚟咧。咁一路播片嘅時候，可以一路即刻可以再記錄翻啲個波去咗咩位置啊。咁嗰陣嗰個功課咧，就嘗試擺咗喺個五人制嘅棒球嗰度。咁啊，觀察下嗰個batter 個打擊者咧，將個波打咗去個場裏面邊個地方咁樣啦。咁而家咧，咁我就突然間就有一個諗法，即係可以將兩者結合啦。咁就整多個喺個 Dartfish 嗰度咧，整多一個版面啦。咁其實就係可以記錄下個投手嘅掉波嘅位置啦。即係因為棒球其實即係好多人都聽過9宮格啦。咁其實好球區都可以解開做9個區域，即係可能上面 inside 至到 outside 係1、2、3啦，中間4、5、6啦，最低嗰度就係7、8、9咁樣啦。咁呢啲就係好球區啦。咁其實好球區嘅有外面嗰啲就係壞球啦。咁上面就係高波啦，下面低波啦。內側嘅就係 inside 波啦，外側就係 outside 波咁樣啦。咁其實我都覺得可以試下俾啲學生又或者校隊嘅成員咧，可以睇翻佢哋比賽嘅片，咁就可以記錄翻究竟對面隊嘅投手多數掉咩波過嚟咧，又或者可以再睇翻自己打擊嘅時候，究竟專揀啲乜嘢嘅波嚟去打咧？邊啲波係打得比較好，邊啲波係打得比較差咧？咁可以即係同時可以分析對手嘅投手之外咧，又可以分析翻自己隊嘅投手啦，又可以分析翻各個打者嗰個 batter 嗰個打擊嘅習慣同埋喜好咁樣咯。